假如你投入3000蚊美金 ，Midas EA 可以每月穩定幫你帶嚟500蚊美金嘅被動收入，大約4000蚊港紙，輕鬆享受投資成果。自動化交易程式 EA 係一種等電腦自動幫你買賣嘅投資工具。佢嘅工作原理好簡單，只要將交易規則寫喺程式入邊，然後電腦就會根據呢啲規則嚟自動幫你買賣操作㗎啦。相當於請咗一個電腦投資高手，全天候幫你揾一個最佳嘅入市時機。成個過程唔需要你操心，無論你係瞓緊覺、玩緊遊戲，抑或睇緊電視 ，Midas EA 都可以幫你賺取被動收入。根據統計，目前華爾街已經有90% 嘅投資都係透過呢個 EA 自動交易嚟完成㗎啦。Martin Strategy 馬丁策略，例如喺一個買大細嘅賭局入邊，第一鋪我哋落注1蚊美金買大，如果輸咗嘅翻倍2蚊繼續買大，如果再輸，第3鋪就繼續翻倍4蚊美金繼續買大，一路咁樣重複落去。一旦開到一鋪大，唔單止可以追翻以前嘅虧損，仲可以額外賺到一啲嘅盈利。我哋嘅智慧策略，逆勢馬丁策略。Midas EA 係利用呢一個逆馬丁策略，當市場價格低嘅時候就會自動買入，價格高嘅時候就會自動賣出，即係低買高賣。呢一個唔單止係交易，仲係智慧嘅累積。我哋為你打造咗一個全天候嘅投資高手，隨時準備好捕捉市場波動嘅每一個盈利機會。5年驚人嘅回報率。喺過去5年 ，Midas EA 創造咗超過1000% 嘅投資總回報，平均每年都可以達到不可思議嘅200%。呢一個投資成績肯定係令人驚嘆嘅。每月穩定嘅被動收入。假如你投入3000蚊美金 ，Midas EA 可以每月穩定幫你帶嚟500蚊美金嘅被動收入，大約4000蚊港紙，輕鬆享受投資成果。單月創造經驗回報。喺2023年3月1號到4月1號嘅回測入邊，Midas EA 用咗3000蚊美金嘅本金，就喺1個月裏邊賺到1285蚊美金，相當於單月40% 嘅驚人回報率。呢一個投資成績喺市場上邊係絕對罕見嘅。經驗嘅資金增值。如果喺5年前投資3000蚊美金，呢筆錢已經翻咗10倍啦，變成3萬蚊美金。相比之下，喺過去5年 ，Apple、Tesla 股票都達唔到呢一個咁驚人嘅回報率。Midas EA 幫你財務自由，夢想成真。爆倉風險極低。Midas EA 嘅風險管理同樣出色。根據過去5年嘅回測，爆倉嘅風險係低於1/1000嘅，等你可以安心享受收益，唔需要再擔心市場突變所帶嚟嘅風險。如果你有興趣了解更多，可以通過連結報名領取我哋嘅體驗課程。